所有車可能係過去20年幾百年全世界最被低估嘅金融產品，但如果你問10個買車嘅人，9個半都會同你講嗰部車同駕駛樂趣冇半毫子關係。佢哋講得啱。所以問題嚟啦，邊個話你知買車係為咗樂趣㗎？無聊係啊，但無聊嘅背面藏住一個絕大部分人根本冇計清楚嘅數字。點解一部揸咗3-5年仲可以賣出新車價7成嘅車，虧咗2000幾萬會被人貼上毫無駕駛樂趣嘅標籤？點解全台灣的士司機放住咁多新車唔買，偏偏死揸呢一部？點解喺二手車市場上面，一部跑咗10幾萬公里嘅 Altis，所有人夾埋虧咗嘅2000幾萬，會比一部跑咗5-6萬公里嘅歐洲車更加長埋埋一齊？你會發覺佢哋指向同一個答案，市場對呢部車嘅定價邏輯同其他所有車都唔一樣。今日我擺低句話喺度。如果你買車係為咗面子，呢部車你掂都唔好掂；但如果你買車係為咗蝕少啲，咁佢就係你買到最接近穩賺唔蝕嘅嘢。我今日唔同你講啲虛嘅，乜嘢國民神車呢啲講到爛嘅稱呼，我一個字都唔會再用。我只同你計一筆數，由落地嗰日開始計到你賣走嗰日為止。喺二手車市場入面有一個極其反常嘅現象。左右車夾埋虧咗嘅情，一部持5年嘅安樂絲同一部車成3年嘅歐洲揭背車，如果賣同一個價錢，你估下邊部會俾人買走先？答案係 Altis， 買家甚至連望都唔望嗰部歐洲車一眼。所有人夾埋虧損違反常理，啱唔啱一部老車仲搶手過一部新車？唯一嘅解釋就係市場一定喺邊度偷偷俾 Altis 加咗分，而所有人喺公開場合都扮唔在乎。今日我就同你計清楚呢筆數。我哋先從佢最核心嘅嘢講起，就係嗰副1.8升自然吸氣引擎。無論係最早嘅1EZ-3，定係後來用咗好多年嘅 Giga-3，呢副引擎喺豐田嘅生產線上面擺咗超過20年。20年之間，其他車廠嘅引擎換咗一代又一代，渦輪由單渦管變雙渦管，又由雙渦管變可變接面。而豐田做咗啲乜？基本上夾埋虧咗2000幾萬，呢種乜都冇做過，本身就已經係一個極其反常嘅戰略選擇。我哋要俾時間翻去到呢副引擎出世嗰個年代，90年代末，全球汽車工業正喺度經歷一場好劇烈嘅技術轉型。歐洲車廠喺度拼命推渦輪增壓，日本車廠喺度搞可變氣門，美國車廠喺排氣量上面繼續堆數字。而豐田嘅工程師團隊做緊一件在當時睇落好保守嘅事，佢哋喺度設計一副自然吸氣引擎，目標唔係壓倒性嘅馬力輸出，而係一組極其枯燥嘅數據：熱效率磨損碌率、熱膨脹係數。呢啲數字聽落唔夠性感，但佢哋決定咗呢副引擎喺20年之後仲可唔可以正常運轉。當時豐田內部有一個爭議好大嘅決策，一部分工程師主張跟進歐洲車廠嘅渦輪路線，因為渦輪增壓可以喺細排氣量上面榨出更大嘅馬力，呢個對未來嘅排放法規都更加有利。但另一部分人堅持行自然吸氣嘅路線，理由係渦輪增壓帶來嘅高溫高壓對引擎壽命嘅影響係無可避免嘅。最終拍板嘅係當時豐田嘅引擎研發總負責人，佢做咗一個後來被證明極其關鍵嘅決定，放棄渦輪嘅國萬個，但將研發經費全部投入咗材料前科鋼學同精密加工上面。呢個決定在當時被認為保守，但實20年之後嘅今日翻轉頭睇，佢幾乎可以話係豐田歷史上最正確嘅工程決策之一。呢副引擎嘅缸體設計喺今日睇返甚至有得笨，佢用嘅係開放式水道鋁合金本體，配搭鑄鐵缸套。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呢種組合喺散熱精準嘅平衡點細缸徑長沖程嘅設計取向，意味住活塞喺氣缸裡面運動嘅路徑更加長，曲軸嘅槓桿力臂更加大。翻譯成人話就係低轉速就已經夠輸出足夠嘅扭力，你唔使將油門踩到盡部車就已經有向前走嘅力度。呢種設定對日常市區走走停停嘅路況有好到極點。更加關鍵嘅係佢嘅缸套同活塞環之間嘅配合間隙。豐田喺呢副引擎上面採用嘅活塞環張力設定比同期大多數引擎都要低，活塞環張力低，
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意味住活塞同鋼壁之間嘅摩擦力更加細，磨損更加慢，機油消耗都更加少。但低張力活塞還都有佢個代價，如果氣缸震源度唔夠，密封性就會出問題，燒雞油嘅毛病即刻出現。所以豐田喺呢副引擎嘅氣缸加工精度上面用咗一套成本極高嘅旺磨工藝，你喺其他地方見唔到呢種工藝，因為佢貴。但豐田計過一條數，將呢筆錢使喺加工精度上面，慳翻嚟嘅係未來20年引擎售後索賠嘅成本。呢條數佢哋計得太精啦！呢副引擎喺研發之初，佢嘅設計天花板就已經被拉得極高。佢用嘅係正時鏈條，唔係皮帶。即係話你永遠唔會遇上嗰種里程到咗正時，皮帶突然斷裂，成副引擎直接報廢嘅噩夢。歐洲車車主每隔幾萬公里就要心驚膽戰去換一次皮帶。最切石叫是自劫賬千幾萬卸切車主，直接將呢件事從腦海入面刪除，基本上同部車一樣長。更加妙嘅係佢嘅公司有方內，依家啲車都喺嗰度拼命推降直噴，聽落好高級，啱唔啱？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但如果你去問任何一個揸缸內直噴車超過5萬公里嘅車主，佢都會同你講同一件事：進氣滿次幾千蚊唔清，油耗越嚟越高，動力越嚟越虛。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而 Altis 用嘅老式多點噴射，汽油入先沖刷進氣門，會先走自清潔能力。呢種落後嘅技術喺長週期使用之下，反而嚟變成一種降維打擊。所有2000幾萬，甚至有一件事，你哋可能唔知道 Lotus Elise 嗰部純種跑車用嘅係豐田呢副1.8升引擎嘅機械增壓板，一部買賽車嘅心臟經過調校可以塞入跑車裏面，炸出200幾匹馬力都仲撐得住。呢個說明咗乜嘢？說明呢套架構嘅底子遠遠比佢表現出嚟嘅穩順要硬核得多。我哋再講翻嗰個年代嘅背景，2001年。第9代 Altis 第一次喺台灣上市嘅時候，成個汽車市場嘅主流觀念仲係排氣量越大越高級。1.8升在當時算係入門級嘅中級車，上面有2.0、2.4嘅競品。但豐田冇選擇喺嗰個節點上面換代引擎，而係將呢副1.8升引擎一直沿用落嚟，一路用到2020幾年嘅 Corolla Cross 上面。呢中間橫跨咗超過20年，呢個唔係偷懶，而係一種極致嘅工程。自信佢喺20年前就已經將啱嘅嘢做晒，之後只需要微調，唔需要大改。呢種自信嘅背後係豐田內部一套獨特嘅技術壽命管理哲學。大多上夾埋虧咗2000幾萬，每代超過一個全新嘅賣點，引擎或必須換代。如果唔係，消費者會覺得你原地踏步。但豐田嘅邏輯係，所有人夾埋虧咗已經滿足到法規要求、龍號要求、動力要求同可靠性要求，咁點解要為換代而換代？將研發資源投入去真正需要突破嘅地方，而唔係為咗失常營收去做表面功夫。呢套哲學喺豐田內部叫做 Kaizen， 持續改善，而唔係推倒重來。每一年改少少，20年落嚟，你會發覺呢副引擎已經進化到一個極其成熟嘅狀態。但係佢嘅基礎架構從未被推翻過。好引擎講完，而呢部車上面有一個俾人鬧咗20年，但亦都救咗20年車主荷包嘅嘢，4速自動波。你冇聽錯，4個波段。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我要先講句老實話，喺今日嘅標準睇嚟，確實落伍咗波段，少轉波慢，油耗唔夠 CVT 靚仔。但你要知道呢個世界上有一種可靠叫做根本唔會壞。呢粒來自 Aisin 嘅 U 系列4速自動波箱結構簡素，令人發指。內部就係幾組行星齒輪咬嚟咬去，純機械式硬連接，冇複雜嘅電磁閥組，冇降大打滑嘅風險。你只要按時換波箱油，佢基本上跟你成世。我哋稍為展開一下呢副波箱嘅機械結構。行星齒輪組係自動波箱最核心嘅零件，佢由太陽輪、行星架同齒圈3個主要部件組成。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通過唔同嘅波段租嚟實現波行星齒輪喺尺寸上比同期嘅歐洲波箱要大少少。有人會講做大啲唔係更加重，成本更加高咩？冇錯。但豐田嘅工程團隊喺呢件事上面選擇咗倒照設計，佢哋將齒輪嘅模數加大，齒面加寬，咬合面積增大。呢種設計嘅直接後果就係
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字萬，每一個齒輪承受嘅扭矩輸過上限，遠遠超出咗呢副，即係話波箱被做到過剩咗，佢明明只要承受過百幾匹馬力就夠，但佢嘅物理極限可能係200匹。呢種過剩喺汽車工程入面就係耐用性嘅終極保障，而且呢副波箱嘅油路設計都極其簡單，熱壓控制閥體嘅通道數量少，油道短油壓，損耗細。即係夾埋蒯長期使用之後，即使有少少微微細嘅雜質混入，都唔容易堵塞油路。相比嘅下，8速、10速波箱嘅閥體油路複雜到成座微型城市咁，任何一個微細顆粒都可能造成轉波延遲試或者頓挫。跳躍系列波箱嘅設計師顯然深諳一個道理：越複雜嘅嘢越容易出問題，所以喺設計階段，佢哋就已經刻意將複雜度降到最低。相比之下，後來 Altis 換咗嘅 CVT 波箱雖然慳油咗，但嗰條鋼帶同追輪係靠摩擦傳動嘅，金屬疲勞係物理法則，邊個都走唔甩。揸到10幾萬公里，鋼帶磨損、打滑甚至斷裂嘅案例喺維修廠入面已經唔係咩新鮮事。而且 CVT 仲有一個俾好多人忽視嘅問題，佢嘅波箱油更換週期同保養成本。CVT 波箱對油嘅品質要求極高，油溫稍稍偏高，油嘅黏度就會下降，鋼帶同追輪之間嘅摩擦力就會唔夠，進而產生打滑。一旦打滑，金屬碎屑走入油路，成個閥體系統就跟着遭殃。所以 CVT 車主往往被建議每4萬公里就要換一次波箱油，而且一定要用原廠認證嘅專用油，一罐就係1000幾蚊。而 U 系列嘅4速波箱對油品嘅要求就冇咁挑剔，6萬公里換一次都算勤力㗎啦。陸軍呢個就係工程上嘅取捨，你要慳油就要接受 CVT 嗰個設計壽命嘅存在，你要耐用就要接受發一個油耗冇咁靚仔。Altis 選擇咗後者，而市場用真金白銀俾咗佢答案。當然呢副波箱都唔係完全冇弱點，車齡大咗之後閥體磨損可能會帶來轉波頓挫，但係關鍵係埋蒯樣嘢太好整啦。結構簡單，零件平，隨便一間波箱專門店都搞掂。維修成本只係 CV 大修嘅一個零頭。講到維修，我哋就要講下佢嘅底盤。呢個係 Altis 俾人鬧得最金嘅地方，後扭力梁非獨立懸掛，話佢過彎叫佢把長，話好似揸船咁側傾大，毫無操控樂趣。呢啲批評全部都啱，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但我要講句難聽嘅，如果你連車胎都未換過一套，就唔好跟風鬧扭力梁，你根本用唔到獨立懸掛嘅上限。我哋認真拆解一下扭力梁同多連桿之間嘅工程差異。所有連桿獨立懸掛嘅核心理念係每個車輪獨立運動，互不干涉。佢通過多支連桿將車輪固定喺車身上面，每一支連桿都用橡膠襯套嚟吸收震動同噪音。呢套系統嘅上限極高。調校得好嘅話，操控精準度同路面反饋都非常出色，但佢嘅下限亦都極低。所有嗰啲橡膠襯套全部都係有壽命㗎，6到8年或者8萬到10萬公里。所有人加埋虧咗2000幾萬，橡膠開始裂開，失去彈性，然後部車嘅輪就開始出現各種奇怪嘅異響。過窿嘅時候覺得散咗，高速切線嘅時候車尾嘅跟隨性變差咗。呢個時候你去車房，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師傅會話你知呢個襯套要換，嗰個球頭要換，人工一大堆嘢先換到嗰一粒細細嘅橡膠件。扭力梁呢，佢本質上就係一條橫梁連接左右2個後輪。傻想夾埋虧任何活動連桿，佢嘅後輪定位參數喺出廠嘅時候就已經固定死咗，永遠唔會走位。你換胎嘅時候唔使做4輪定位，因為根本冇得效。佢減少嘅唔淨止係零件數量，更加係未來20年裏面你可能會遇到嘅無數個小毛病。呢啲小毛病單獨睇都唔算貴，但累積起嚟就係一筆相當可觀嘅數字。我哋再睇深一層。扭力梁仲有一個被絕大部分人忽略嘅優點，佢嘅抗側傾能力其實唔差。好多人話扭力梁過彎側傾大，呢個其實係混淆咗懸掛形式同彈簧阻尼調校2個概念。扭力梁本身嘅扭轉剛度係可以調整嘅，通過改變橫梁嘅截面形狀、壁厚同材質，工程師可以喺一定範圍裏面控制車尾嘅側傾程度。Altis 嘅懸掛設定偏遠，
所有嘢係為咗舒適性做嘅取捨，同係咪扭力梁冇必然關係。如果你將一部多連杆車嘅彈簧同避震都校到咁遠，佢嘅側傾一樣咁大。扭力梁最大嘅優勢係乜嘢？就係簡單，佢冇多連杆嗰一大堆連杆橡膠襯套球頭。鋼波嗰啲嘢望落高級，但5-6年之後橡膠老化產生間隙，部車揸起嚟鬆鬆散散，底盤質感全毀。呢個時候去整單邊襯套嘅人工加料，前幾千蚊就冇咗。如果你要成組多連杆換走15,000蚊走唔甩扭力梁呢，成組換走幾千蚊搞得掂，而且佢後輪嘅角度係固定嘅。勁科換胎嘅時候，連4輪定位都唔使做呢條數。你揸5年落嚟，慳到嘅維修費可能接近1萬蚊。呢個就係豐田嘅哲學，犧牲你10%嘅操控快感，換你之後10年喺車房嘅從容。所有人夾埋虧咗要接送細路，要應付生活入面一堆麻煩事嘅人嚟講，呢單交易太划算啦。然後我哋進入最精彩嘅部分，保值率。好多人話 Altis 保值係因為口碑好，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萬，冇錯喎。真正嘅原因講出嚟，好呢一棚人，其他同級車整起上嚟實在太貴啦，貴到二手買家情願買一部老啲嘅 Altis 都唔敢掂一部新啲嘅歐洲車。所有人夾埋虧咗市場數據，一部2025年出廠嘅 Altis 新車價80.5萬，揸咗1年原廠認證中古車都仲可以賣到67.8萬，只係跌咗唔夠13萬，呢個係乜嘢概念？所有日同級嘅歐洲車第一年折價通常係20%起跳，30萬、40萬就咁蒸發咗。而 Altis 嘅車主揸3-5年，發覺二手價依然硬淨。點解？邏輯鏈條非常清楚。第一，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極谷化咗崩咗，根本唔會壓價，因為買呢部車嘅人心入面清楚，佢就係攞嚟代步㗎咋，唔係攞嚟欣賞㗎。第二，所有買家最驚買到隱形炸彈、引擎漏油、波箱頓挫、底盤異響，而 Altis 喺呢3件事上面口碑係鐵打嘅10萬公里嘅 Altis 喺買家眼中正係壯年期。呢種信任感係豐田幾十年時間成街跑咗幾十萬公里嘅的士1公里換翻嚟㗎。第三，流動性極強 ，Altis 擺上二手車網站，只要價錢合理，幾日之內一定會有人問價。呢種流通速度保證咗佢嘅價錢唔會因為賣唔去而被硬生生劈落嚟。有人甚至將佢當成一種理財方式，買一部二手嘅10.5代 Altis。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揸3把錢幾乎冇乜點跌。呢種全生命谷期成本嘅優勢喺同級車裏面揾唔到第二部。我哋將呢個全生命谷期成本嘅概念拆細啲，一部車嘅持有成本其實由5架虧咗2000幾萬，其實由5個部分受損失：燃油費用、保養維修費用、保險同稅費。大多數消費者買車嘅時候只係盯住第一個數字買車價，佢哋覺得所有人買部平啲嘅車就係慳錢，但真正嘅老手會話你知，折舊損失先係呢5個數字裏面最大嗰塊。一部80萬嘅新車揸5年之後，如果重可以賣到40萬，咁你嘅折舊損失就係40萬。另一部同樣80萬嘅新車揸5年之後只可以賣到20萬，咁你嘅折舊損失就係60萬。呢20萬嘅差距，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已經足夠覆蓋你5年裏面所有嘅油錢同保養費重有找。呢個就係一條最可怕嘅地方，佢用極低嘅折舊率，直接將其他所有競品嘅持有成本優勢全部抵消晒。我哋再將目光放喺同級競品上面，做一個更加具體嘅橫向比較。同級嘅車入面，福特嘅 Focus、萬事得嘅 Mazda C、本田嘅 Civic、日產嘅 Sentra， 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呢啲全部都係 Altis 嘅直接對手。大圈會見到一個非常現實嘅情況，同年份相近里數嘅呢啲車 ，Altis 嘅二手報價永遠係最高嘅。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福特福石尤其揸住 PowerShift 雙離合器波箱，嗰幾代二手市場幾乎係聞之色變，嗰個波箱嘅故障率之高，已經成為咗二手車界一個笑料。買 Focus 先預備一筆整波箱嘅錢，呢句話喺 Forum 上面被反覆提起。萬事得 Mazda 底盤操控確實比 Altis 好千幾萬，一大截內籠都精緻多，但佢嘅後懸掛係多連杆。前面講咗嗰套橡膠襯套，到咗年份就要換，而且萬事得嘅零件價錢比豐田貴一截，尤其係進口車型等料，時間動不動就係幾星期起跳。
本田 Civic 喺台灣市場一直有唔錯嘅保值率，呢點要承認，但 Civic 嘅價錢普遍比 Altis 貴一截。新車價已經有差距，而且後期 Civic 嘅 CVT 波箱同樣面臨同 Altis 後期車型一樣嘅問題。日產 Sentra 呢，佢將梳化座椅的確舒服，但日產嘅 CVT 喺行內係出晒名嘅玻璃波箱，故障率比其他牌子嘅 CVT 仲要高啲。喺二手市場上面 ，Sentra 嘅行情明顯比 Altis 弱一大截。將呢啲競品一步一步拉出嚟比較之後，你會發覺一個殘酷嘅事實。Altis 唔係喺某一個單項上面贏對手，佢係喺綜合持有成本呢個最終指標上面贏咗成個圈。單項比操控佢輸，單項比內籠質感佢輸，單項比隔音佢都輸。但將所有數字加埋睇贏嘅係佢，我哋仲可以再深入一層睇下 Altis 喺保險費用上面嘅優勢。一部 Altis 嘅丙式車身險保費比同價位嘅歐洲車低咗將近30%，原因好簡單，保險公司嘅精算模型係基於實際賠付數據嚟定價嘅。Altis 嘅零件平，維修工時短，意外之後修復成本低，呢啲因素直接反映喺保費上面。而歐洲車一旦出意外，就算只係輕微嘅崩把碰撞，如果涉及到傳感器、雷達模塊呢啲嘢，所有人費用就可以輕鬆突破5位數字。保險公司唔係慈善機構，佢將風險成本攤返去每個車主身上，所以歐洲車嘅保費自然就高出一截。呢啲隱藏成本買車嘅時候係睇唔到㗎，但佢每個月都會喺你戶口度扣走。我哋再睇下 Altis 喺中古車市場嘅另一個獨特現象，佢嘅跨區域溢價。喺台灣唔同嘅縣市 Altis 嘅二手價格存在一個有趣嘅現象。喺台北市，因為泊車位緊張街巷，狹窄比較細嘅車身尺寸反而成為優勢。Altis 嘅流通速度係全台灣最快嘅，而喺中南部，尤其係一啲偏鄉地區 Altis 嘅二手價往往比北部仲要高出一截。點解？因為南部地區嘅的士需求更加大，而 Altis 又係的士司機嘅首選。所以南部嘅中古車商願意出更高嘅價嚟搶車，有啲人甚至專門由北部收 Altis 運去南部賣，中間可以賺一筆差價。呢種跨區域嘅套利空間本身就係 Altis 流動性嘅極強嘅最好證明。慳油當然都係佢嘅王牌，混能版本嘅油耗可以達到每公升25.3公里，由台北揸到高雄，半缸油都用唔晒。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但大中濕油耗都可以維持喺每公升15公里左右，5年跑8萬公里油錢大概日23萬蚊台幣。以今日嘅油價嚟睇，呢個數字都算相當經濟。但以上呢夾埋虧咗2000幾嘢，都仲只係呢部車嘅表層魅力。真正令佢封神嘅係真實世界裏面反覆驗證過嘅一件事：40萬公里頭蓋裏面嘅螺絲都未拆過。呢個唔係廣告詞，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呢個係車房裏面真實存在嘅好多部戶。我哋將呢一句着嘅40萬公里放喺真實嘅使用場景入面，感受下普通人一年揸車嘅里數大概喺15,000到2萬公里左右，超過幾萬亦40萬公里。或即係話呢部車連續揸咗20年以上，每日都不停咁跑，而頭蓋裏面嘅螺絲都未拆過，即係話佢嘅核心部件喺呢20年裏面從來冇發生過需要拆開維修嘅故障。所有人任何汽車工業嘅標準入面，呢個都係一個極其驚人嘅可靠性記錄。你可以去揭任何一間歐洲豪華品牌嘅官方宣傳手冊，冇任何一間夠膽寫低呢種保證，因為佢哋知道所有人夾買虧嘅產品做唔到。有一件事特別能夠說明 Altis 嘅耐用程度去到乜嘢級別，喺東南亞啲國家，尤其係菲律賓同印尼 ，Altis 被攞嚟做共享出行嘅主力車型。嗰啲車每日嘅運行里數係普通家用車嘅5到6倍，全年無憂，路況仲差過台灣好多。但喺嗰啲市場 ，Altis 依然係出車率最高嘅車型之一。點解？因為營運賣車隊嘅老闆計過條數，一部 Altis 跑到報廢之前可以跑到嘅總里數，比過同價位嘅競品高出至少30%。呢個差距直接決定咗車隊嘅盈利水平。所有人虧咗2000幾萬，市場或者會被營銷話術壓住，但賬本唔會。台灣嘅的士司機點解壓倒性揀 Altis？ 因為對佢哋嚟講，車就揾食，架3部車入廠，一日就少賺1日嘅錢。
所有嚟成為白埋虧咗2000幾萬，配備直抄嘅就的士界嘅，點操都唔會跪低嘅硬實力。我哋計一條更加細嘅數，上一部柯捷嘅新車價如果係80萬，揸5年跑20萬公里，速虧咗2000幾萬，以的士嘅折舊速度，二手價大概重30往上，5年折價50萬，平均1年10萬，一個月8300。呢個折舊數字喺營業用車嘅成本結構裏面，幾乎係同類競品中最低嘅。再加上維修保養、平油耗、慳零件，周圍都買到。Altis 嘅每公里持有成本喺同級車裏面冇任何對手。呢個就係點解你企喺台北市區任何一個路口10分鐘經過嘅的士，至少有5部係 Altis。當然開唔壞唔等於完全唔使保養，計油、波箱油、迫力皮、車胎、電池，呢啲都係正常嘅消耗品，應該換嘅時候就要換。但 Altis 嘅唔壞，指嘅係佢嘅核心3大件喺設計上面就冇先天缺陷，唔會好似某啲歐洲車咁，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就必然會壞某個特定嘅昂貴零件。你只要按時換油換水換好品，佢就會一直換油換水，一超跑落去。講完保值率，我要插一句，下面呢段所有人夾麥8號。係我從日嗰個頂咗鑊20年底盤嘅老師傅度挖翻嚟嘅3泵睇穿水浸車，你可以直接跳到最後睇。但我建議你聽完後面嘅內容，如果唔係，你連點解要睇水浸車都唔知。每年暴雨季過後，中古市場都會湧入大批水浸車，而且而家嘅精細清洗技術太強啦，噏味可以洗走，外觀可以翻新到仲靚過新車，傳統嘅鑑別方法正在快速失效。所有人夾埋記住一個原則，盯住嗰啲翻新成本最高蒙、最唔容易被注意到嘅死角。第一，座椅滑軌將座椅前後滑動，觀察滑軌金屬部分嘅鏽跡。像想使用嘅車，所有人駁向後薄一層浮鏽，手指一擦就甩浸過水嘅鏽係滲咗入去㗎，一粒粒嘅擦完手指上面會留低黃黑色嘅印記。第二，安全帶根部將安全帶拉到最盡。盯住根部嘅位置，浸過水嘅安全帶根部會有淡黃色嘅水漬，甚至會見到發霉點空白紋，會有陣焗壞咗嘅腥味。第三，由駕駛座瞓低向上望表板嗰條橫梁，所有人夾埋，平時絕對掂唔到水。如果見到焊接點附近有大面積粗糙嘅水鏽，指甲刮上去硬過石，呢部車你可以直接起身走人。再加多一個動作，睇車借之前先查數據，輸入車架號。查詢出險記錄，如果記錄出現水浸維修或者全損嘅標注，直接飛走佢。如果理賠時間集中喺暴雨季節，而且維修項目涉及全車內籠拆裝、線束更換、電子模塊更換，咁就好可疑啦。物理鑑別盯住高成本死角，數據查詢守住第一道防線，兩者結合。喺呢個徵收凡尼恩南嘅年代，先可以有效避開嗰啲辣手山芋。有一件關於 Altis 水浸車鑑別嘅事，要特別提下。Altis 嘅第10代同第10代半車徑，樹表板橫梁嘅防鏽處理上面有一個細微嘅差異。第10代早期嘅橫梁動輒冇爆磅，像上撞 physics 下焊接和縫緊通上，仲想會有一層均勻嘅深灰色氧化層。而水浸車嘅橫梁，因為浸水導致塗層起泡剝落鏽跡，會由焊接點嘅罅隙裏面滲出嚟，形成一種好似流眼淚咁嘅垂直幹。鏽痕呢個係水浸之後毛細現象導致嘅，同正常受潮生鏽嘅形態完全唔同。超過老修車師傅叫佢掛淚鏽，一眼就認得出。如果你睇一部10代 Altis 嘅時候，見到呢種鏽痕，唔使再睇其他位啦，100%浸過水。我哋再講多幾句關於 Altis 喺二手車市場嘅底層邏輯。呢部車之所以可以成為硬通貨，仲有一個好少人提到嘅原因，佢嘅零件通用性。第9代同第10代之間，大量零件係可以互換嘅計，能膠避震機、迫力分泵、發電機、起動摩打呢啲嘢喺幾代車型上面都係通用噶。呢個意味住乜嘢？意味住拆車件嘅供應量極其龐大。副廠件嘅開發成本被攤到好薄，最終端嘅維修價格自然就低。你整一部 Altis 可以揀原廠件、副廠件、翻新件、拆車件，價錢由高至低排列，豐儉由人。如果你揸嘅係一部小眾，進口車零件只可以同原廠訂，價錢係你完全冇議價空間嘅。呢種維修升台端嘅成熟度，唔係1日2日可以建立到㗎。
所有人夾埋虧咗自積累嘅成果。我哋甚至可以從更加宏觀嘅角度去睇呢部車嘅意義。喺汽車工業嘅100幾年歷史入面，絕大多數車型都喺度追求更好、更加快嘅加速、更加高嘅極速、更加豪華嘅內籠、更加先進嘅科技。但 Altis 行咗一條完全相反嘅路。所有人夾埋，佢喺度追求更少關、更加少嘅故障、更加少嘅維修、更加少嘅麻煩、更加少嘅持有成本。呢套邏輯喺汽車媒體圈入面唔受歡迎，因為佢唔夠性感，寫唔出令人興奮嘅標題。所有人夾埋昆實嘅世界裏面，呢套邏輯卻征服咗全球超過5000萬個車主。呢個唔係營銷嘅勝利，而係工程哲學嘅勝利。仲有一個現象好能夠說明問題。你去任何一場中古車拍賣會，超過2000幾萬 Altis 永遠係現場最搶手嘅車型之一。中古車商收車嘅時候，見到張 Altis 就願意出高價，見到其他同級車就會壓價。呢個唔係因為車商對豐田有感情，純粹係因為 Altis 喺佢哋手上面唔會砸喺庫存入面。一部 Altis 由收翻嚟整理上架賣走，成個流程可能只係1到2個星期，而一部同級歐洲車由上架到賣走，可能要喺停車場曬2-3個月。資金周轉嘅速度喺中古車商呢個行業裏面就係命根。一部可以快速套現嘅車就係一部好車。所有人夾埋，亦都係點解 Altis 喺二手車市場嘅價錢咁硬？佢唔係俾人炒作出嚟㗎，而係被市場嘅流動性支撐起嚟㗎。仲有一點唔提唔得，所有人夾埋虧台灣嘅後勤網絡已經密集到乜嘢程度？你隨便行入一間汽車零件鋪，同老闆講你要 Altis 嘅零件，老闆連電腦都唔使查，即刻轉身由架上面攞俾你。所有人夾埋虧咗2000幾萬，迫力皮風格、機油格、水撥燈泡呢啲嘢，幾乎每一間零件貨鋪都有現貨。你可能要先打電話確認有冇庫存，冇嘅話仲要等3到5日叫貨。但 Altis 白埋虧咗2000幾萬，你當場就可以攞走，當場就可以換好。呢種即時可得性喺用車體驗上面係一個被嚴重低估嘅價值。當你趕住用車，偏偏有嘢壞嘅時候，時間比金錢更加珍貴。返去我哋開頭嘅問題 ，Altis 或者俾唔到你駕駛激情，俾唔到你豪華嘅內籠，俾唔到你少少社交上嘅面子。所有人夾萬，但佢俾咗你一樣喺呢個時代越嚟越稀有嘅嘢，確定性。佢唔係一部令你興奮嘅車，但佢係一部令你省心嘅車。而省心換算成真金白銀，就係一部車可以俾到你嘅。所有人夾埋虧咗長期回報。呢期內容唔係俾想要駕駛樂趣嘅人睇㗎。如果你買車係為咗好玩，咁 Altis 的確唔啱你。但如果你買車係為咗過日子，所有嘢夾埋虧咗你喺市場上可以做到嘅最理性嘅選擇之一。認同呢個邏輯嘅俾個 like， 唔認同嘅留言區話我知你覺得邊部車抵過佢。所有嚟睇下邊個攞得出比呢一組數字更加有說服力嘅數據。我個頻道主要做呢類深度拆解，如果你有興趣訂閱開埋鐘仔，下期見。